提醒大家几个大方向的重点好，那最基本呢，就是说入宅前3天建议呢，我们就让这个新房子这个灯哦，你就全部把它亮起来。那其实它也是在暗示房子，这接下来我们要住进来咯，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咯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讲说风水，常常会有人说，要藏风纳气。其实纳气简单的讲就是让房子有气流啦。那最简单的方式咯，你们可以去选比方你们的落地窗，或者是一个采光面主要的窗户缓缓的打开。第三个就是说，那进门要带火气，它会有几种方式，比方有些人会选择我入宅要煮柴水啦，或者像现在很方便有所谓的香，你拿香在房子里面绕一圈，这也 OK。那当然还有就是说，讲到入宅我还要带米、带盐、带米跟盐进门呢。其实再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呢就开始有的吃也有味道了。其实这是一种很生活化的祝福。对，这些方法都是让房子活起来的一些方式啦。记得追踪不迷也信，在各大 Podcast 平台。